伫立委郭国文甲林俊宪的邀集，中央财经单位包括经济部、财政部两位处长以及经管会官员拢实地南下，甲伫中小企业伫咧风灾过后的复工举行座谈。现场出席的超过100名的中小企业主、相关的店家、甲伫受灾的业者以及地方民意代表等。财政部和经济部来，当然因有无共款的功能吼。第一，经济部的部分呢，不管是补助啥货吼，利息贷款吼，这拢是因所办的业务。嘛其他的部分呢，就是甲税金的部分啊，嘛会当找财政部吼，特别请因过来遮吼，来说明。当然，咱中小企业佫有其他的工课爱处理，嘛听出大意见吼。比如一寡朋友讲哦，灾后之后的一些呢废弃物的处理要怎么办？这个部分呢，可能也要连同我们今天来到这边的中央地方的官员一起来看看如何协助、如何处理。政府对这边风灾的公告的办法我想咱大家拢看有，倒顶嘛有资料啦。我咱等下加留寡时间咱在场会咱每一位好朋友啦讲大家认为这个办法规定来讲，咱若无清楚的看无要搁了解，还是感觉讲这个办法有较啥物不足的所在。我今仔主要是要有来听大家的声音啦。会中虽然中央财经单位对着灾后复工的企业补助、贷款、甲着租税的减免等措施，拢已经有了定案。不过地方议员蔡苏秋金，甲着卖手的中小企业代表认为，中央拟定的方案恐惊看会到、食袂到。你们的重建条例就是慢了一步，比较慢了一步。因悄悄我们这边扣个单，我相信你在座足侪公司还未重建的，也请互因看卖的。你补助会当补助到底，欠钱免还呢，是利息要降偌低？我讲互迄空中飞，我看会到，阮食袂到嘛，我看会到，阮食袂到的真正，这上实在。你讲5000万，我算了啊，5000万就5000万，剩的我家己去做的真正。你若讲含5000万，恁个遮个单位、遮公股银行、遮所有银行，佫刁难的真正，也是安尼就阮无报啊。针对中小企业的意见，希望补助会用来放宽。对此，经济部表示，公布的复工方案以后，中央嘛会进行滚动式的调整，绝对会让受灾业者拢比照顾到。有工厂登记的纳管工厂、特登工厂，这个我们都算那没有工厂登记的，我们就用服务业的方式来申请了。那这个我们可以就是尽量来协助了那如果是要补助的方式来处理的话，我们这个目前没有报告到的事项，我们会带回去再跟行政院再做争取除了中小企业甲服务业适用的方案，另外现场嘛有受灾的幼教业者，因为无适合中小企业，立委会搁再加教育部来沟通。至于中小企业、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等紧急的需求，立委嘛要求经济部甲着财政部共同组成灾后复建的服务团，进驻嘉义，让中小企业会用直接伫咧现场来处理，对上案、申请受灾的证明、到申请贷款等，解决中小企业的需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